来顶管看较有。大家老早出头天。安尼差不多。这个林老这本册我还未读啊，我还未读，我拄则来才知影。不过出册是咱台文化真要紧的代志。咱拢迄个愿望，就是讲希望咱的台语文当一代一代当传落去。一代一代要传落去，一个重要紧的条件就是，你还有足侪物件通读，你还有物件通读，后壁的人伊读的中间，就愈读会愈侪，愈来愈有法度读，愈读愈趣味，这个语言才会传落去。语言是一个声音尔，一个声音尔，讲话就无去啦。要安怎传落去？是爱靠文字啊，文字才会传得落去。所以咱对台语文有愿望的人，拢原则上拢爱写。不过这个写是有学问的吼。像我个研究想要写，我真侪物件写，我感觉无啥好了，我都不敢讲。我个人的经验是安尼啦，咱每一个人到一个年岁，你定着会去拄着一寡代志，互你起无足歹，嘛有一寡代志互你起无足强，人讲起无 spread 强，所以你应该先甲写这两项，因为这两项就是你上有感情。我起无上歹的代志，甲我上介意、上欢喜，一定是有感情，你才会起无歹、起无严。这有感情的物件，你写出来，你家己就会感动。你写出来的物件，你家己有感动，别人才有可能会感动。你若写出来的物件，你家己看看，这个无合格，别人袂甲你读。所以你爱写，我相信每一个人拢一定有物件通写。你读册啦，你人生拄着你的婚姻啦，你厝内的人啦，是讲你的兄弟姊妹嘛，一定有啥物代志冤家也是安怎？绝对有的啦。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材料通要写啦。迄个战争较和平，迄个托尔斯泰伊讲过一句话，讲你每一个人若认真写，每一个人拢会当写出一部足伟大的作品。所以这是因为咱过去咱无迄个经验嘛，无迄个想法，甲我的代志写落，拢会想讲，我这个人生也无啥物遗憾要写啥。其实你的人生你若个写出来，就是有真侪遗憾的所在。不过你开始写，可能写了袂讲介赞，不过你慢慢写，你写了会足个出来。因为文学界前辈一个客家的大佬庄肇正，大家应该知嘛。庄肇正伊是日本时代的教育国民政府来了，伊全无材料写，伊已经咧写，变做无材料写。尾伊就不管，伊就是一定要写就对啦。写到尾变做台湾文学界的大神的嘛。人甲访问讲，哇，你是安怎哪会变做遮出名的文学家？你是毋是一开始就是讲要做文学家？伊讲毋是。我一开始是干那要证明我有材料写，我有材料写，安尼尔。愈写愈趣味，愈出名，愈出名，愈写愈济吼。安尼，你若有足侪作品，文学作品也好，大学作品也好，你即个语言后摆咱的子孙才有物件通读，即个语言就会伫就袂死。我想我发表我家己的感想，多谢。咱迄个在座有人有问题，还是有想法，一定有无？无咱嘛请咱府城有册店，花子啊，这嘛是即个长期以来，嘛有写诗，嘛有出版过咱即个首都台语那个首都时报台语的一个杂志啦，嘛长期以来对着咱台语文
支持咱嘛请讲几句话反正是应该是袂嘛，但可惜已经停刊这就是咱台湾无台语委员会，无咱家己的国家啦，无家己的国家咱敢若孤儿共款，无爸母咧照顾，来靠家己来，请。我真学了一个林老师好啊咱平平拢基督徒啦伊安尼有行路，我最近逐工拢看到伊，伊奉献真济，伊定定讲有啥物册人有需要，人有要看，有啥，即种精神真正就是基督徒，热爱咱世间人啦。只是讲咱人有哪会种足侪目标你甲目标放咧方面顶，因为我有想着，我放咧迄个绿色迄个喜憨儿，我安尼做做时阵，喜憨儿对我第主角，点点做，但是我也无感觉迄是信仰，我感觉是生活的一部分啦。所以我头拄有去互伊感动着，伊讲这就是咱做人的需要，别人有需要我毋知，但是迄是咱的责任啦，家己担起来，家己去遐担起来，这也免去后人讲嘛。伊应该比我做搁较侪，伊会点点做，伊感觉即个语言会当互人用，伊就直直做，直直做。这20年以上，我拢安尼自头，我册店就25、6年，安尼自头到尾应该拢有看到，拢有看到。当然，遮中贵不止啦，有老师也好啦维文老师，所以我即马就是若台湾提问怎么活动，我拢甲阮的工作人员讲，绝对爱来示范，你爱来甲示范，我绝对要来参加。这就是咱责任，咱人做人的上基本，要发扬这台湾嘛是一步一脚印啦。虽然府城有地庙钱也太少啦，但是总是有做一寡历史啦。伊当初咧看过来伊就讲出台语册，伊感觉你写得足好，伊讲来我起出，我甲你出。我家己的说咧，伊讲歹势你去向人比赛你去向人比赛，咱无遐尼济钱去出伊的所以这就是一种伊家己无讲出来的，伊感觉这是伊的责任，社会责任。所以讲有人学了阮府城有责任，所以为着即句话安尼，我嘛是。佮继续要开就对啦，继续要开啦当然有抄一堆台文的规还是讲台文的册大家有机会来到迄个胜利路1中的边信义房屋边地下室有机会大家来开讲，拢中昼以后12点到9点，再用比较咧啰啰嗦啦。好，谢谢。咱目前有这电话伫咱胜利路后边遮尔有即个胜利早饭店附近遐尔大家若有机会会当去遐甲空着，遐嘛真济你若以前找无册去遐问伊伊拢会当找互你过来咱嘛请金华老师来甲咱讲几句话我要讲你是我的前辈我算后辈。也是，我嘛是做侪话，不过台语就是咱去无较慢我较慢嘛无要紧有认真做，迄个感觉若有，就紧会去做安尼修行嘛会不哩济啦我这20年，我老师今日伫遮，是我的老师安尼牵我是问了，我感觉迄个进入我的元素、我的灵魂、我的生命，迄正经的物件啦，真实的我较早其实我是中国人所以迄个拢毋对嘛，自我教育。毋知即摆有即个机会安尼来，我感觉哇，伫台语界有足温暖今仔知影讲即两位先拜的老师去发表信息，我嘛是足欢喜的，去来参加安尼啦我对最后对到伊对迄个浸无爱迄款的贡献我真正到细汉拢有受益，就是咱以后台语了爱去写文章，你需要用遐的物件来电来拍Word来送出去投稿迄真个，阮即摆用甲就话袂晓，我想讲要安怎家己教才会晓，迄我就嘛看嘛，毋知要安怎做，只是讲有行过的路对这个社会回头安尼看，迄个贡献，迄个久长，搁未来嘛是会搁愈济会来斗做遮个少年的啦我想这就是这个一直滚一直讲，这正能量就一直起来啦
咱台语就是爱安尼啦，台谈看吼啊，较先摆有出册啊，我想讲逐个若就讲像我嘛是算后进啦，我嘛对人安尼嘛一直出吼嘛出几啊本啦吼，嘿啊，逐个人拢会使去做这样代志，先为你家己的社去啦，吼，嘿啊，最后除了你网页迄足侪会使互人去写文章迄啊，吼，迄嘛是拢会使甲逐个来分享，你着先听写看卖啊，啊细细啊短短啊安尼吼，嘿，啊迄就是一个足好的平台，逐个当分享安尼吼。好啊，今仔真正足恭喜两位老师吼，好，好，讲到这，多谢。咱在座有针对这个认证标，还是讲你用这个台语这个信用来网站啦，吼，还是讲这个输入法啦，有啥物想法，有啥物建议有无？我先补充一下吼，这本册咧话是台语华语对照啦吼。因为大学出版社咧看了后，伊感觉讲，这属以最甲定位做少年人的历史文学、历史文学啦。啊，所以讲希望讲会当换啦，华语话来当出来吼。好，我互伊坐讲，啊读华语啦，甲对照台语，伊就渐渐就捌台语啦吼。啊，所以这本就是台语甲华语的这个对照吼。啊，所以恁若有朋友也是会靠。少年的囡仔鼓励因读吼，因读了后，才渐渐的来建立咱的台语啦吼。啊，过来就是你讲，咱一般对盲人拢会感觉讲目睭无法袂创啥个。其实伊敢若目睭无法，其他拢伊咱袂输咱就对啦。就讲双年教会即摆因，我开始创的时阵就成立迄个盲人的合唱团，吼，差20个会迄款的无朋友。出来唱歌，伊除了伫教会唱以外，去家家唱，去学校唱，去遐见证要安怎，甲你迄画面搁看着，毋好家来搁看我无看着尔。所以因做这个时间，所以我有一天的时忽然间收到一张被家家写来，吼，爱就是因为武器多用哦，爱嘛是安尼反悔了后，伊直改了后去特色就对啦，吼，伊讲伊受到感动了后，伊就爱去。就爱感觉讲伊一个悔改就对啦吼，啊所以迄个家家就爱甲变做迄个特色出来吼。哦，我感觉最感动就是讲，因咧做迄工袂输咱哦，我个人的信仰对因话得到足济啦，这事实啦吼，因为咱足渺小，所以海伦凯勒咱知无？海伦凯勒，伊讲一句话，伊讲目睭我看，敢若无方便尔。伊心肝上痛苦的是啥？社会对因的歧视，这就严重。所以咱对残障人士哦，千万毋好歧视哦。我讲这规个咱台湾人教会唔来教会啥？我迄天看到迄个北路北里运动会，伊讲伊嘛有盲人，我甲一个盲人在手啊拖咧啊拖咧喺徛哦，我迄个唔对啦。伊唔是袂晓行咧，伊是目睭无看，所以你着手无看咧。伊会对其他人行，哦，所以规个社会确实，我做这个事工，主要来唤起社会来关心遮个弱势哦，哦，咱毋好干来讲看伊无看。我捌举办这个世界国际迄款的视障音乐会，啊有邀请世界各国的人来，啊当时有3个为韩国来，啊因拢去。因虽然目睭无看，我因嘛是伫美国伫留学呢，哦，啊有一位美国纽约有一位去一华航来甲台湾，我一定爱去甲接嘛。啊去接的时阵，我就想讲，你落飞机甲出来的时阵，食无嘛，迄落1、20分啊，所以我就时间到的生气，啊先等就等无，啊落去我再去问伊讲到底是安怎这个啊？哦，啊名单面咧无有，伊讲我杀去迄个贵宾室底下咧等我。哦，啊你嘛无讲吼，啊了后我就去伊甲带出来时，伊甲我讲哦，伊上痛苦的是为个机器出来教迄个贵宾室，伊用啥？用你敢知？你敢知？甲啥点啦？伊讲我会晓行咧，啊你上头用无你甲我知啦？啊伊就是讲安尼较方便，反正甲你上咧行，所以规个社会的迄个讲到咧病态哦，足严重的啦。哦，啊我
常年到位做这时间了，渐渐啊，人有改变，哦，渐渐有去改变。迄个台北市以前有一个你话毋知咧去观察古地，伊创诶足侪迄个导盲桩咧，你毋着知啊？只甲只看。迄拢咧导盲砖，啊边啊要选总统的时，讲伊选掉了后，要到导盲砖，本来拢伫外口，外口拢爱迄个弄风神就爱读起来，人无伫两个伊讲要甲刷起来啊！哦，我靠，食咧到来，想法足艰苦，伊就是对风神无了解，啊你创迄个也无宣导，啊结果面顶嘛停车，啊风神嘛是安尼哭，去甲哭着，好，迄司机搁甲歹啊下来啊！啊，所以一届咱迄个李登辉总统又发起一个要拯救台湾社会新型的迄个运动嘛，哦，啊，所以迄个阮的敢若是10月2号阮啦，伫迄个国父纪念馆举办迄个庆祝会，啊，邀请7号合唱团去，哦，啊去唱嘛。啊，阮咧牧师就借机会甲遐传播讲，即摆社会对因的歧视甲误解，或者係经营啊，哦，啊，所以讲，你帮人，毋是讲一定爱去打防针，啊，你想到一定爱照安尼行，伊通出门就毋敢出门，靠安尼去行，这是无正常的。所以惠民网校迄个校长又去美国受过训练。迄款个，迄个母校，好几受过训练转来。伊迄个学校内底，所有拢蒙面咯，啊，但是无挂条迄个导盲砖，政府要去设伊讲卖。你一个出事帮人了，上重要就是行动定向。哦，你定去爱会晓要问题，会晓要出门。哦，我去美国的时阵，人笑我讲我去蒙面拢毋捌要做盲人试讲我这人袂甲你来摕，我去美国时就去因蒙面的机构去学习啦。啊，去报参加因的演习班的时候，第一课目睭甲我往地徛过来。目睭无看就是行动定用的训练上用的。你政府迄个教育所，即个因叫做啥物教育？特殊教育啊，我迄个蒙人啦，或者叫做特殊教育啦，啊，拢无伫教这，啊，干那要创导完全，好，而且挡袂掉啦吼。啊，所以我感觉讲我做安尼直直来了，有安那规个社会有伫改变啦吼，希望会当台湾会当愈做愈好啦。即个 Christian 基督徒你去查字典，什么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基督徒。啊，第二个意思是文明的人啊，所以咱台湾希望李登辉总统咱新年爱重建哦，一定爱行向文明的人哦，安尼咱才有意义啦，多谢。即个咱丁总因为是行动派，啊嘛是强点做的啊，啊个20几当前迄当我嘛拄转来，拄摕着硕士啊，转来是来咧教册吼。啊，迄种因后转来台湾，定拢会带来遐，迄种是，啊，我就遐讨论讲要做啥，啊了后就随手一个就开始咧做啦，做足济啦，但是伊较无咧出名，较无爱出名无认真讲诶，伊是做诚济，无像即摆画一寡咱即摆即几年经过咱咧拍拼，台语有较实有重视，即嘛加减有一寡经费，虽然还无足理想啦，毋过呢。咱嘛开始着看一寡人诶，骗着经费才出来开始在做嘛有诶，遐人话呢，讲甲出甲全好，伊讲一本机啦，做无一长时啦，讲足济啦，我台语开始我爱笑啦，人台语进前偌济人拍拼过，拢无你人讲人以前，拢讲家己开始诶，尤其真正看 FB 我看着遐看诶拢足神诶啦，拢讲伊开始安尼外交，我感觉咱台语界，大家拢像面怎样落安尼念去做，去牺牲奉献，做拢足有用，真正有路用的技师安尼咱台语拢毋免靠政府，家己就当挂起来所以你看咱台语无
无台语的委员会，无像客家啊关注的遐济经验，但是呢，咱嘛无要输因啦，咱拢是靠咱当地民间的外力，才会当度到即摆。安尼啊，讲到客家关注，我歹听的啦，遐经验啊抽起来吼，因就救伊啊，外头拢无伊啊啦。会晓啦，因即摆拢是靠，我实在足侪迄靠客家咧食穿的，因拢吼，迄个有迄个计划才安尼尔吼，才100万尔吼，100对我才100万就爱食。你若无迄种4、500万，无偌济钱以上，伊拢不爱食，因为拢成歹，拢政府家己成歹。啊，咱台语若补助，你像讲出册吼，像这是自费的，你若去话若去国家会抽，好互你得5万、3万、几万箍。啊，我较早嘛捌去签咧，文化部签着5万、6万、几万箍安尼，咱敢若乞食共款。啊，咱客家原住民吼，互你食到有读书啦。真正所以我讲咱若较济人都会当穿啉清水安尼吼，清水也不是加啉挂加啉挂咱台语绝对会出头天啦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一个经验伫疫情方面，伫教台电脑系上，网站里面嘛有嘛我在想着讲，我这转转来，大家拢叫我去教这个台语的书写这我就讲是到这个台北，敢若讲较无啦伊伫台北嘛，我昨昏特别甲招伊因拢是做日后，甲伊讲话是转来拢甲伊讲话，我迄个亚音制作拢伊甲我开，叫我朋友我转来拢甲伊去。伊我错无看的时阵我讲所以我大家网站安怎写？伊讲太遐尼济啦我20年的累积，所以各位要少年了，年纪要轻轻你若开始厝仔倒咧外面要做新闻的网站是公开的平台，恁若有想要到家长要做啥事，你拢来甲我讲，拢会当去做是足侪物件啦所以看着大家少年去做台语，我真欢喜多谢。你看伊做即个新闻的输入法，台语客语拢会使呢。佮咱真侪嘛做足侪客语的艺术工呢，客语的拢无甲你赞助的嘛，拢开家己钱的呢。你敢知？客语干来掠计较，要请人要叫政府来互较侪有权的，拢做到迄种拢你小好有权的，也无遐有啥物成果出来的。所以你看，咱足侪只客语的输入法啦，讲相关的事工啦，反正这边是电客语，你们是话去整理啦对啊，拢咱客语做的呢，较袂着客语会，拢伫遐讲你台语刷文主义，真正是有当做演戏，你知无？这若无讲真正足侪人拢毋知影。照讲客家委员会，毋若互伊有选，爱家学了，家颁奖较对咧。这种靠家己的，这就是有信用对宗教有信用，对台语嘛要有信用，咱对台语嘛要有信用，才做代志好来，最后几分钟来，咱下回咱讲好来。我家己白少年，我讲大声，我家己白少年啦咱做欢喜就是有遮济就是年数上紧的老师拢伫遮啦，林医生林老师头拄咧讲迄个群愈清愈短当然是愈袂人，问题嘛是愈短就是愈耐人寻味，要讲耐人寻味，台语要讲耐人寻味。愈薄愈香。愈薄愈香就对啦。拄仔就是讲，咱若要去写即个台语的文字咧讲是一回事嘛，要做是一件事呢。若要写出来是一大事啊。像当初迄个金辉老师讲的，讲迄个，伊这学期要教阮写阮顶学期写300字就头壳就要弄掉。即届800字更愈困难。我即摆是要请问迄个上少年的李老师，甲会当甲阮讲就是讲，你咧写第一批写作的时阵，你是安怎的？是是差不多拢是当时是你死也是中昼，困倒起来是。
暗时半暝想着起来写。我讲，你学了白话字了，你想着啥话，你就当写啥话，百有一百写会出来。所以唔好用北家语。所以我个人我迄个定来直直写，就是你着用台语思考。所以我用迄个罗马字做顺字，我是用白话字思考嘛吼。啊，所以我捌个人拢年纪较大读书，常常我无书，小米就来爸爸甲阮做迄个专门设计茶会，哦，结果拢安尼设在遮个啦。啊，因啥物原因？因袂晓补啊。啊，伊所有想着啥话，你就当写啥话啊。尤其我这个数字法，你若毋知影就去写，毋知影的时你大本头会甲你教。所以这点是你学习的啦，吼、所以我大概转来先咯，第一次就是讲，拢会来遮个课吼，一年来2年课，拢家教听。所以你一定爱着就是学了，这就是咱的话，咱的人类的语言从你讲话开始，啊，遐个文字是会来做符号尔。啊，所以你这个白话字就是照咱讲的话写出来，吼、这伫国际上叫做拼音文字啦，拼音嘛吼。啊，教育部的是叫做拼音方案。是会注汉字的，吼啊，O 的全部学国际国际了啦，N 嘛无啦吼，我讲O就单字O安尼了，吼，迄无效，伊去改外景，但是即两个所在一直改袂到转来，所以信望来网站下骹教育部迄个，阮叫做传统版。迄当时你建立的时，你叫我到时讲，即传统版一定要留啦，O 这样，迄个条比较水的，写较准，本来无是会晓改 O。这无在，所以阮是叫做传统版，哦，毋是伊写的哦。啊，伊遐回老师讲诶，教育无教，就是啊，叫家长在讲 no， 对诶就是对，毋对就是毋对。哦，你爱承认，但即摆伊还无出来检讨，即套拼音方案照讲上无5年爱出来大家检讨一下，拢无伊毋敢。吼，啊，我这老师语文教是定做着我为着这。伊嘛无法啦，我讲话拢对啊，伊嘛就是讲好，我遵照你的意见啦。所以大家写，你写的时就是对，尤其迄个数字法啦吼，就是啊，安尼毋知几多。OK。